要奉茶，奉茶仪式，奉茶仪式，要奉茶仪式。好，请子女恭敬地跪在拜垫上。请奉茶礼仪。请子女端起一杯茶水。亲爱的妈妈，献上这杯福缘茶，祝福您身体健康，福慧圆满。好，请妈妈喝茶。青春永驻，两年好，小朋友啊，子女跪在妈妈面前的子女，赶快利用这个机会，向妈妈说一些感谢的话。平常有没有不乖的妈妈生气的时候啊？现在赶快跟妈妈说，妈妈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以后会好好的、乖乖的、用心的学习。好，那如果妈妈已经把福缘茶喝完了，那我们请服务人员帮我们收起茶杯。妈妈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你面前的这个孩子说说勉励的话，给他加加油、打打气。感恩礼。好，接下来小朋友请打开这个护手霜的盖子，各位孩子们，请打开护手霜的盖子，让我们用感恩的心为妈妈的手温柔地敷上护手霜，感谢妈妈平日为我们的付出。像冬天手皮肤都很干的，要用护手霜。顺便帮妈妈按摩一下。妈妈这一双手平时为你做了多少事啊？你好好的想一想。妈妈的手触感怎么样啊？护手帮我摸一摸。帮妈妈按摩一下，妈妈可能昨天才因为洗了太多的碗，做了太多的家事，手腕有点酸疼，现在帮妈妈按摩一下，消除妈妈平日的辛苦，也让妈妈体会到子女们你们心里对妈妈满满的爱与关心。